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，甲这个姓宋的大学生拍甲重伤的迄个姓张的相关，伊所投资的跋筊网站，目前已经抓到网站的负责人甲4个干部，要来了解这个姓张的相关，伫个网站所负责的工作。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互拍着伤的男大学生的妈妈讲，对警方的办案开始有信心咯，希望会当严办到底。啊，这个台中市刑警大队长林明祖嘛开记者会来表示，针对着非法盈利的事件，会一件一件落办，共犯嘛一个一个来抓起来，讲这是因的决心。啊，大学生目前恢复的状况真好，有机会为家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。依靠陈成为首的4位嫌犯，互警方抓到案，因涉嫌经营跋筊的网站，会用抓到，都是因为这个网站的大股东，都是甲姓宋的大学生拍甲重伤的玛莎拉蒂姓张的主嫌。他不仅是里面的核心成员，也是重要股东，也参与实际的运作。因此，我们检方才会针对其后面的博弈集团予以一网打尽。警方调查，这个网站大约伫2年前设立，姓张的主嫌和网站的负责人指责了后，投资嘛担任员工。拍人的事件发生了后，网站的负责人因看到会互抓到，随甲网站改名，不过也是无效。分别是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地落网，我们会一间一间的办。对于其同案、共犯、同伙，我们会一个一个抓。警方目前咧找其他共犯，调查清楚姓张的主嫌负责的工课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咱大学生的妈妈嘛讲，希望会使积极进办。我现在对警方的办案已经开始有了信心，那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严办到底，然后让我儿子我讨一次公道。目前姓宋的大学生恢复情形真好，有机会转入普通病房。就是跟我对答如流，但是就是说他心情方面非常的躁动，就是他可能。因为可能头痛的关系，或是身上还有很多一些伤痕，他觉得很不舒服，觉得他很想赶快回家，对他很想赶快回学校。敢会和姓张的主嫌，或者是其他共犯的亲人见面？妈妈讲还未决定，至少要等这3位拍人的嫌犯拢互判刑，才会当安心。